今仔日开始变天咯，每号的方面接近雨会连落6天，尤其是明仔载到拜四，地流方面增强，加上西南风的水汽，台湾各地拢会落大雨，而且这个真有可能是会落这个造成灾害的地灾性的大雨。连假结束，拜一上班开始落雨，而且连续落6天。 未来一周的天气呢，其实都跟目前位于北部海域这个锋面息息相关。因为台湾是位处于锋面前缘，所以在锋面附近生成的一些对流云系，那这些比较强的对流系统呢，会伴随着持续增强的这个西南风。梅雨地流方面，拜日正式到位，随着方面的增强，加上西南风有利对流的发展，所以讲有可能有强降雨，也是雷公雨。 爱预防灾情。梅雨锋面呢，主要影响台湾地区的时间点，那可能在西半部地区的部分区块呢，还是有机会出现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哦，要特别注意一下，因为长时间的降雨可能会有土石松动或低洼地区积水这样子的灾害出现，大家礼拜2到礼拜4这段期间要特别慎防这些强降雨的可能。气象局提醒山区也是较低所在乡亲，要提早做好防灾准备。拜5、拜6方面刷对南面过来。全台湾同款有雨，估计要到礼拜才会好天。